今日係5月25號，我愛我，亦都係本頻道成立1週年。我想借此去檢視自己嘅不足啦，為咗更清醒咁起飛。無論外界如何變遷，我始終係最堅實嘅後盾。恭喜尋日香港首位女航空員黎嘉瑩順利升空啦！而佢曾經都講過，唔好怕失敗，只有學習同埋成長。喺我哋追逐目標嘅過程當中呢，我哋成日俾成功嘅結果呢所迷惑，卻忘記咗成功本身呢就係一連串克服失敗嘅過程。我哋承認自己嘅不足，唔係自我去貶低，而係一種勇敢嘅智慧。好多人好驚面對缺點，好似承認咗唔完美就否定咗成個人生。但想你哋記住，一粒鑽石如果冇經過切割同埋打磨，永遠都係一塊沉默嘅碳。我哋可以試下問自己，過去呢段時間有啲咩東西呢係阻礙我哋嘅腳步？係習慣性拖延，面對選擇時嘅猶豫不決，定係對未知風險嘅恐懼？檢視不足呢係為咗更精準咁去修正軌道，就好似航天員喺執行任務之前，必須對每一個細節都進行無數次嘅檢查同埋校準。我哋人生嘅經營同樣都需要呢一種極致嘅清醒。當你看清楚邊啲絆腳石，你就會擁有繞過它同埋粉碎嘅力量。當你因為嘗試新目標而感到挫敗嘅時候呢，請你都話俾自己知，你唔係失敗，你只係排除一種唔正確嘅可能性。每一次嘅摔倒呢，都係為未來嘅起跳呢累積重力嘅勢能。每一次嘅眼淚都係灌溉夢想嘅種子，好似 Elon Musk 馬斯克嘅 SpaceX 嘅火箭實驗，只有不斷咁迭代、不斷修正，先至最終能夠抵達浩瀚嘅星空。佢就從不可能到好星辰大海啦。馬斯克嘅航天啟示嘅追夢路上呢，最好嘅導師呢就好似咁瘋狂嘅實踐者啦。佢創立 SpaceX 嘅過程呢，就係對不要怕失敗最好嘅詮釋。當馬斯克喺2002年創立 SpaceX 嘅時候呢，幾乎成個航天業呢都視為呢佢係門外漢啦，亦都呢俾佢哋笑係最不可能成功嘅企業。喺 SpaceX 嘅早期呢，馬斯克遭遇咗極其慘痛嘅失敗，前3次火箭發射呢都係全以爆炸告終，數千萬嘅美金呢投入瞬間成為灰燼，公司呢差唔多都破產，身邊人都離去。但馬斯克呢就話：我唔知道咩叫放棄喎，除非我俾人困住或者死去。所以佢冇喺失敗嘅灰燼當中沉溺，反而喺每一次嘅爆炸呢視為極其珍貴嘅實驗數據。佢嗰份對夢想極致沉迷同埋決心呢，最終喺2008年終於火箭成功升空。呢個唔單止對技術嘅自信，亦都係對自己夢想沉實嘅愛。呢一種被視失敗為必要養分嘅態度呢，就係將佢從一個被嘲笑嘅創業者，變成引領人類邁向多行星文明嘅航空巨頭。勇於實現夢想，意味住你開始將人生視為一場壯闊嘅實驗。你唔需要一步到位，唔需要立即成為耀眼嘅巨星，你只需要比昨日嘅自己進步一點點。呢份嘅努力唔係為咗向邊個證明，而係為咗喺多年之後某一個深夜，你回首時候可以驕傲咁講：我冇辜負當時嘅衝動，我將所有嘅力氣都用喺開拓自己嘅疆界上。所以趁住今日5/25，我就想為你自己或者自己訂立一個新嘅約定：一、接納本真嘅自己，溫柔對待嗰個唔完美自己，擁抱所有嘅起伏同埋情緒。第二，擁抱成長嘅痛苦，將失敗視為導師，感謝每一次磨難帶嚟嘅洞察力。三、持之以恆嘅耕耘，唔好求速成，但求精進。喺每一個看似平淡嘅日子裏面守護你嘅初心。四、就係勇敢去實現。如果而家嘅生活讓你感到窒息，咁你就大膽去尋求改變嘅出口。
去嘗試嗰啲一直你唔想，亦都唔敢去做嘅夢。4. 勇於去實現你嘅夢想。如果而家嘅生活讓你感到窒息，請你大膽去尋求改變嘅出口，去嘗試嗰啲一直你想做但係唔敢做嘅夢。愛自己從來唔係一句空洞嘅口號，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。佢體現喺你面對困難時候選擇咬牙堅持嘅精神，體現喺你深夜反省之後，第二日依然能夠精神飽滿咁開始工作嘅節奏，體現喺你即使身處低谷，依然對星空保持向往嘅信念。今日唔係一個循環嘅終點，而係夢想嘅起點。讓我哋整理行裝，帶着滿身嘅勇氣同埋愛邁向更遼闊嘅星辰大海。唔好怕，因為只要你仲喺路上，所有成長同埋學習，最終會匯總成為成功嘅底氣。前行吧，嗰種不斷進化、永遠熱愛生活嘅你。喺檢視過往同埋展望未來之際，你心中嗰個最想挑戰、最想視為實現的目標，呢一刻係咪已經變得更加清晰呢？